薑黃的神奇功效。消炎抗菌，由於薑黃具消炎殺菌的功效，對於手術後有傷口的人士來說，薑黃能幫助傷口愈合。止痛，薑黃亦能有助止痛，無論是一般的肚痛，還是女性生理期的經痛，都能紓解。此外，如在日常飲食中加入薑黃，更可預防關節炎和肌腱炎引起的疼痛，有助消脂。食用薑黃能使體內酵素水平上升，這些酵素可消化脂肪及糖，更可防止膽固醇形成膽結石。抗衰老，薑黃是強力的抗氧化劑，防止器官及皮膚因氧化作用而變得衰老。解毒，薑黃能化解肝臟內多種毒素，保護肝部功能以正常運作。黃金奶做法，材料：牛奶或植物奶、燕麥奶或椰奶、2杯、薑黃粉1茶匙、黑胡椒1小撮，幫助身體吸收薑黃素；肉桂粉或薑粉少許，可依喜好添加；蜂蜜或楓糖漿適量。做法：將牛奶用中小火慢慢加熱，加入薑黃粉、黑胡椒、肉桂粉，邊煮邊攪拌，煮約3至5分鐘，至邊緣微冒泡即可關火。依照個人口味加入蜂蜜調味。